Access 由上帝的教會大學生組成嘅義工服務團體。Access Save the earth from A to Z。上帝的教會嘅大學生，除咗返學返教會，仲會組成義工團體，以無踭嘅心進行義工活動，希望令世界變得更加幸福。今日我哋40幾位大學生嚟到白水灣山灘，保護南灘生態系統。Let's go！ 種樹吸收二氧化碳係綠碳，海洋吸收二氧化碳就係藍碳，而佢嘅固碳速度更加係森林嘅40倍。但係依家人類造成嘅塑膠污染已經嚴重削弱南灘生態系統嘅固碳同儲碳能力。為咗減低塑膠污染嘅影響，Access喺全世界清潔海岸，以行動捍衛南灘生態系統。改變由大學生做起。雖然今日天氣好熱，但係見到大家都微笑住努力咁清潔，都讓我鼓起幹勁，一齊參與其中。我好榮幸可以參加今次嘅活動，作為地球村嘅一員啦，能夠為環境啦同埋我哋未來付出好，都係件好有意義嘅行為。我哋平時用嘅口罩、紙杯、茶包、濕紙巾、香口膠，原來都係塑膠垃圾。隨住時間嘅過去，分解成為微塑膠，唔單止影響生態，仲會通過海洋生物落返去我哋個肚度。其實只要將飲完嘢嘅膠樽攞去回收，一個行動已經可以保護南灘生態系統。一個人嘅改變可以令世界改變。希望熒幕前嘅你同Access一齊踏出一步，保護南灘生態系統。